这个台北的观光博览会今仔日登场的第一天，无受到柬埔寨诈骗的影响，这个东南亚的买气也是真旺，尤其是治安真好的越南的河内，讲只要选到团卖落单，都真安全。欢迎来这边起先。 世贸中心过拢是人4天的台北旅展，今仔日正式开幕，业者嘛拢推出优惠，2000外块的机票购拍9折，新加坡自由行免1万块，首尔嘛唔免1万块。因为日本前路价去日本的优惠真杀，随着国际疫情较回，民众嘛真想要出国。会啊，当然闷了2年多了，还是会稍微留意一下，说是去哪个区域这样子。还是以旅行社的行程为主。但如果旅行社他们自己本身有配套的话，相信应该也是很安全的行程。 东南亚国家因为物价真少，过去袂少人真爱去佚佗。虽然最近一直传出柬埔寨的诈骗案，部分民众去佚佗的意愿犹原无受影响，认为只要对旅行团票变自由行会真安全。不过要受人唔敢去。 不太敢去，就是怕担心那边的治安什么会有一些问题。那河内的话，因为是他们的首都，所以其实这2个地方我觉得都相对非常的安全。那如果说之后开放国门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团体过去，对啊，其实整个行程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，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。跟疫情比的话啦，至少我觉得会有在3成到4成的成长。旅游作家分析，民众其实照地区来判断当地的安全性。 那可能就是这些人真的是闷坏了。那第2个可能就是以为到大都市比较没有关系哈。那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哈，其实出国的时候最好还是要看一下外交部的旅游警示哈。如果是红色的话，不宜前往的话，还是要小心。因为建议民众出国之前，会当加参考旅游简介订号来做准备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